国安局今仔日发布2025年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分析报告，内容讲到中国会利用社会事、乌白编、乌白喊，用假口做、用 AI 做假的声音甲影片来甲人骗，而且这数量是济那鸟毛，一年超过200万条。提醒民众，伫咧 AI 的时代，面对中国的认知战，都要保持警觉，强化媒体识图的能力。台湾的时间不多了啦，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，美国已经无法遏制中国了。去年9月，网络流传一段 AI 深假做影片，变做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对话。当时国安单位就警示受中共的网络军队甲社群协力者制作来散布。今日国安局分析2025年中共对台认知作战手法，分析中共用 AI 生成的影音，导用民众户头这5大方式操作认知作战，其中也经由多元管道导航争议的信息，包含假冒国际媒体，要伫 FB、Threads 抑个 X 这社群平台设立。美中专业加个户头发文，和国安团队查到超过231万4000则个争议信息，也有4万5000组无正常户头，比2024年增加17000组。如果它是很偏激，然后没有什么内容，没有什么事实的根据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划掉。因为我可能没有很关心政治，所以他不会推到我这里来。太偏激的感觉会挑起一些社会上的分裂。对网络的极端言论，民众大部分表示袂去插伊。也毋过国安局讲，中共整合党政军甲民间企业的资源甲技术，全面渗透咱国的舆论，并且锁定疑美论、疑军论者，要来个插起来，想要达到激化咱国对立、削弱民众的抗敌意志，影响有名万代意愿，也个争取认同中共立场这目标，是拢要真小心。只是担心的是说，就是它是透过科技公司的这些 AI 公司或社群媒体行销公司，还有舆情分析公司这些来做，所以变从民众你要去防范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相对以往来讲需要更多的功夫。专家提醒，在 AI 时代之下，对着中共认知战，民众应该继续来加强媒体的识读的能力，对报道也是网络言论进行事实的查核，也建议政府以更加紧的速度回应反击，来稳固社会恢复适应的能力甲抵抗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